啊，好了，今天该吃的都吃了，该喝的也喝了，散了吧。赖老师，我们走了。再见，同学们再见。哎，等等，明天上课不许迟到啊。啊！拜拜，廖老师。走了走了。廖老师，哎，慕容同学，你不回家，你在我的车旁边坐着呀？你今天有时间吗？有啊。你有事儿吗？那你能带我出去玩吗？出去玩啊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跟我出去能玩什么呀？再说我晚上还要备课。那我陪你备课吧。赖老师，你住哪儿？你别闹。我没闹。啊，那个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廖老师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不想一个人回家。慕容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哇，不是让你收拾房间吗？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我又去买蛋糕，又去通知同学，时间不够用。这个慕容同学，要不然我们出去再重新来一次吧，好吧？要不，周儿，你快收拾收拾。廖老师，你也喜欢啊？起个名字也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廖老师，你还喜欢小动物呢？哎，不是你干嘛？廖老师，祝慕容同学生日快乐，干杯！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哎，路上小心，慢点儿。晚安。来了。哎，慕容同学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呀？廖老师，我能住你这儿吗？啊？